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南非政府搁再打压台湾，这官方网站顶头甲台湾住处的地址，家去约翰尼斯堡，搁甲介绍驻南非代表的资料排掉。第三枪2号机5月17日爱停机度役，行政院长杜英泰强调，未来台潭电厂会当顺利取代供电的需求量。谢总文开幕典礼邀请回台执行长黄玲芬来团献会，啊，副总统萧美琴也去参加，出动2500个警员加强维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6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咱台湾在国际上一直受到中国打压，对去年10月开始呢，这南非政府有2届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就要迁离开因的首都。今麦因搁再出后报啊，这官方网站顶头呢，甲台湾的住处地址改去约翰尼斯堡，甚至有甲介绍驻南非代表的资料抬掉。外交部长林佳龙就批评讲，南非外交部会当安尼舞，就是中国伫背后示啊。南非外交部持续有这些小动作啦，那想表态，那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中国的压力。对南非政府表达严正抗议，外交部长林佳龙讲骂对象是对准后边的中国，是故意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去年10月和今年1月，南非政府就2摆写批予咱的住处，要求迁离首都。3月，南非的外交部搁甲官方顶管本来的台北联络代表处，改做台北商务办事处，搁列入国际组织的名单。即麦搁家己甲住处的地址刷到约翰尼斯堡，搁甲介绍台湾驻南非代表的单位抬掉。南非的这个执政联盟的政府啊，里面的政党也都表达反对南非外交部片面的行动，那更有包括美国政府那个包括国会议员行政部门也都有表达关切。林佳龙讲，南非外交部这种小动作，台湾未承认，会持续结合理念，小我的国家替台湾来发声。根据资料显示，2024年咱国对南非出口6亿7648万美金，主要是机械设备、汽车零件和纺织品等等；对南非进口8亿0924万美金，主要包括碳sản、贵金属、无业绩，差是超过1.3亿。虽然台湾有晶片的优势，不过学者认为讲，想要靠这来反制力量，恐惊有限。晶片如果他要的话，他可能是要低阶一些的，那其他地方可以供应，特别大陆都可以供应。美国对他施压也没有用，因为南非得罪了美国，跟美国关系，然后美国把南非大使都召回去了，赶出来了。所以这个议题，川普也没兴趣啊。虽然可能觉得很不爽、很不开心，但是可能如果要有，还是要维持住就是了。台湾外交部的官网赶快是显示驻南非代表处的地址是伫首都普利托利亚，相关联络资讯嘛拢无变。外交部讲，驻南非代表处目前是正常运作，即嘛等待等对方来回应协商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大会特别开始啊！今年台湾哪个无去，就是第9年无受到邀请。今日卫福部、外交部召开商部长记者会，讲台湾到今也未收到这邀请函。不过会依照进前的惯例，做世卫行动团去到现场，伫场外和大家交流。不过中国外交部15就表示啊，讲无同意台湾参加世卫大会。那民间团体是认为讲，既然美国讲要来退出啦，应该爱把这重点放伫咧外围的国际团体。华考和表示，台湾连个世界也包含晶片的英文单字 chip， 强调台湾的高科技实力。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要伫5月19到27，伫瑞士的日内瓦召开。台湾代表团也推动相关的规划参加。行程更加召开商部长记者会。本部迄今已经尚未收到邀请函，但我们不会放弃，将持续与外交部一起努力到最后一刻。健康是基本人权、普世价值。台湾在医疗防疫方面是世界优等生，
不应该被拒于教室外面。外交部卫福部强调，台湾欢喜分享大型防疫经报制度，要智慧医疗这议题，也有家伫日内瓦召开国际记者会，经由世界媒体记者呼吁更加侪国家甲医疗团体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并且完整参加 WHO 所有会议甲仪式，包含 WHO 大流行病协定。不过，中国原继续阻挠台湾的国际参与。中国外交部15讲无同意台湾参加 WHA。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那当然也给世界卫生组织压力，这个是两面的啦。那如果有成立另外的世界卫生组织功能相关的国际组织啊，那台湾一定第一个报名。但是大家也要知道说WHO 并没有说因为美国的退出然后会有别的人来帮忙付钱而是说那大家都不愿意出钱，连中国也不愿意出钱的情况之下它的角色就整个就萎缩掉了。外交部也强调，美方提出世界卫生组织进前更加大声替台湾来讲话。民间团体建议世界卫生大会长久以来经济无解决，能力有限，财务也更加歹。外围国际团体互相结盟已经真做趋势，经由多方国际交流，让台湾的声音互听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世总文明仔起鼓来自世界各地这上万个选手要来到这车饼，预估会吸引上万人来入场参观。这开幕典礼呢有邀请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团盛会，咱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去到现场参加。地方中央拢总出动2500个警员加强维安。另外，陆委会有接到别人检举，讲有2个中国选手拍算要来乱，已经甲因的来台申请驳回啊。真不过，伫咧场边来回巡逻，搭配最悬点加无人机监控。2025双北市总运17进行，双北市府加中央总共出动2500名警力来维安。特别提醒民众经常携带的，包括类似压力式喷雾罐、气瓶的加油喇叭、超过50公分的背包，以及酒精类饮料等等，这些都是禁止携带入场的。其中市总运梦想总年组伫迄天的下昼5点30分进行。有要加1万4000位选手来参加，除了沿路有设安全护栏，重要的路口也有设防车龙的装置。因为伫比赛前，陆委会有接到检举，讲有2位中国籍的参赛者，因为想要伫咧比赛时阵闹事，决定不互因来台湾。拿中共5星旗，然后有些人说要宣扬武统台湾。如果赛事期间进来的大陆人士，如果任何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是立刻废止你的入境许可，然后会在最快的时间内把你遣送出境。市总运执委会提醒讲，观众席若早机原则上是无受限制，当袂用超过2公尺，看袂用超过1公尺。也强调台湾无受到限制。但是有议员讲，观众的票房敢若是无啥理想，也个出现要求基层的公务人员，也个学生来做观众。指定场次，也有一个人补助150块。为什么要动用民政系统，要求李干事周末加班，平日还要包车来带李明前往世壮运？另外还有家长更是直指说，体育班的学生就这样突然被安排说要去观赛，学生的受教权到底在哪里呢？认识国际赛事运动项目，一起欢迎国外选手到台北来，具有教育价值，是鼓励的性质，而不是强。台北市政府也公布系盛会代表，就是全世界 AI 领头伟大的创办人黄仁勋，以担任象征科技领域的盛会手。要市总运执委会也收到总统府通知，讲副总统萧美琴会代表总统来参加开幕典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透早呢，这华信 AE3 以高雄飞金门的飞行机起飞了后，发动机的整流挂规个掀开，伫遐动动害乘客是惊甲要死。飞行机是赶紧飞转去小港机场，问题遐严重。华信航空敢若讲，因为这机械出问题，我倒转去有安排另外一架，互乘客坐去金门。民航局初步了解是人为的问题，要求修理了后，爱回报民航局核准，才会当继续飞。那共型的飞行机共款爱检查。
囡仔的话讲出飞机无正常，16透早7点外，华信航空这台 AE301为高雄飞金门的班机起飞了后，发动机整流管掀开，高空风速强，严重有害，出现声音。机上乘客嘛明显感受到飞机的有害。那个会坠机呢，那个很恐怖，应该把它看成是很严重的事，很正视这件事。受惊吓的旅客有人念佛，有人摕身上的祈祷。乘客提醒了后，机长随飞航，一直到飞机转来到小港机场降落的时阵，大家才较安心落来。往后或者往侧边脱离的话，可能会伤到机身的。假使这个飞机的外形有污染或变形的话，通常会严重影响油耗嘛。所以说长程的话，基本上是飞不到目的地的。短程的话，继续飞的话，它这个机件脱落啊，会不会造成其他更大的损害？华信航空今日回应是机械因素，组员因为安全考量飞航，嘛安排其他航机甲机上70个乘客拢载到金门。民航局初步调查指出，维修人员甲飞机加油了后，无甲发动机整流管确实锁好造成的，会搁调查确认原因。做好可能当下会出状况的情形吧。之后想要坐飞机的话，会考虑一下。下晡去小港机场紧急飞行的飞机也搁伫现场，工作人员甲飞机微调的好亲像伫检修。民航局是要求华信检查受损躯壳，回报原厂评估。飞机修理员嘛爱回报确实同意才当放飞。工机型飞机嘛爱确认整流管锁头检查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屏东邦山到嘉乐路段，今下晡2点外发生这电车线断去的意外，因为无法度送电，害这个路段双向是拢无法度走，真侪车帮是拢满分。对这画面啊，咱看到讲哦，真侪游客拢伫遐等待，目前这代替也启动应变机制，伫潮州的乘客会当改坐区间车去到邦寮，也若大埔到邦寮之间派公车来接送。代替表示讲，已经通知电力单位进行勘查，抢修上紧暗时7点半完成，也若详细事故原因，阁需要厘清。桃园机场有一台国光客运半暝1点35分要去到台北，刚出发就去弄到壁这头前的玻璃是规个脆咸咸，车顶31个旅客全部拢送病院，加在拢是轻伤尔。初步了解，这个驾驶无超时也无违规的记录，不过这详细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玻璃全部脆糊糊，16透早1点35分，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厦巴士客运站出口的所在，发生国光客运119路线巴士自动的事故，造成车内旅客受伤。好加在详细大部分是侧伤甲离伤。现场对驾驶实施酒精浓度测试，酒测值为0。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尚待警方调查厘清。现场也可以看到规头壳的脆玻璃。事故的时阵，国光客运要为桃园机场开向台北，不明原因伫等外的所在自动车道壁，车顶旅客31人，本国籍有9人，外国籍22人，包含韩国11人、日本4人、缅甸4人、法国2人，加马来西亚1人，分别送去中京、永民、连新、保利桃园甲经过闽城等国境病院。31名乘客没有一位住院的，有些擦药完以后就通通都自行离开了。今天看的那个门诊的费用跟医疗的费用，通通是我们公司会全数来负责了。国光客运表示，车的车籍、驾驶员驾照正常，驾驶无酒后驶车情形，确实原因要去调查。公路局也表示，监理所已经到国光客运进行安全查核，驾驶无超时、无违规记录，若业者无善尽管理责任，会罚9万高吊扣部分车的牌照。公视新闻桃园报道。有一个50多岁警察哄骗去投资股票，想要到2-3个月内了上1000万。伊平常时呢是伫咧刑事局的诈骗犯罪防治中心支援行政工作。另外呢，伫第一银行宜兰分行有几多名员工涉嫌替这诈骗集团开人头口座，搁去放约谈。其中这护理服刑了后，以80万交保，专案会向这早期银行法定罪嫌来侦办。警察入去搜查，甲人压制。今日查到这件案件，嫌犯有误导背景，涉嫌假名人诈骗，甚至有警察去互因骗。国公是刑事局诈骗犯罪防治中心的金融调查小组成员，伫3个月内6个领钱，损失将近1100万。
这位同仁他本身不是我们刑事局的同仁他是因为刚好有一个契机他刚好来支援我们的这个诈防中心，只是从事一般的事务性的行政工作。刑事局回应，互人骗去4、5个关键，去年捌来刑事局支援半年的时间，干那处理行政工作，并无牵涉到诈骗业务。目前已经登去保育总队。不过50多岁以为面册广告，互人骗去假投资，开千万买股票，因为家厝的人借钱，才互人发现有各样诈压出来。即马连警察都会防骗，外界即期马的打诈措施敢有效？持续在被害中的潜在被害人呢，我们也执行这个唤醒的这个机制，在查找他们，希望说他们能停止被害。诈骗伫台湾真多，民众真歹预防，甚至金融机构一再出现行员牵涉到诈骗。第一银行宜兰分行15就互人搜查，包含护理等真侪员工，好亲像有替诈骗集团开人头小户，叫人带回约谈。经过检方核实了后，其中涉案的护理以80万块交保，并配挂电子卡款。有2个给检察官讯后请回其他的3个是交保，违反银行法、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法来侦办。已经发声明表示，专案搜查甲银行营运无关系，对公司财务业务无重大影响。会等待案情查清楚了后，依照规定甲法律程序采取应对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钱若较好赚，伊家己赚就好啊！来看这台南有民众当着这投资诈骗，互拐上100万去啊！才知影讲，家己是去当着诈骗。这个民众昨就和警方合作，惊要交这50万的现金，成功掠到这诈骗集团的共犯，而且查扣手机、还有现金录等相关证物，也依照诈欺罪嫌上班。民众甲诈骗集团的人约伫台南安定一间卖菜馆的门口要交50万，不过还未等到集团的人出现，穿便衣的警察就随甲这个姓王的男性压制掉咧。附近的店家也提供警察来埋伏，帮助掠诈骗集团。因为这是一个公益彩券的行业啊，我们是没办法控制嘛，而且非法的大家嘛无欢迎，对，讲好啊，你如果可以配合就配合。埋伏大概5到10分钟，他们就出现了，感觉警方还蛮积极的这样。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大多数拢会先甲你讲有稳赚袂了的投资管道，互受害者初期落一寡钱就通赚，增加信任感。民众感觉唔对，互人骗上100万，报案了后，警方也会成立专案小组，掌握对方交钱的时间甲地点，成功甲车手当场抓起来。专案信后是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以假投资方式诈骗多次，立即报告分局，并带队至现场部署，顺利查获车手王显，并查扣相关证物。诈骗集团的手路是愈来愈进步，为虚拟投资假做客服人员，一直到假做亲戚朋友来甲你借钱。警方呼吁，若准民众拄到奇怪的信息，一定要保持冷静，也是较引用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来保障财产的安全。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强版的果子袂甜，强求的爱情袂圆。有一个姓费的检察官，2年前伫咧婚姻地检署的时阵，介意一个查某书记官，一直咧制造机会，想要甲伊熟悉，互拒绝了后，却共军中传信息骚扰。专案经过法务部移送庭改法院，今仔日判决免除伊检察官的职务，转去中华地检署做这检察事务官。对付承建人以跟踪、守候、尾随等方式持续接近 A 女上班时经常出入的场所，除了犯跟踪骚扰罪之外，并该当性别平等工作法的性骚扰，违反了检察官伦理规范，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涉案的检察官代志逼出来了后，已经调去南投地检署，不过合议庭认为，伊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到检察官应有甲尊严，造成社会对检察官的观感无好，已经是无适合做检察官，改免除职务。另外，涉嫌犯军中骚扰防制法互起诉，一审是判刑4个月。昨下晡，高雄大社有一间国校这个头前呢，就一个查甫囡仔骑脚踏车去互货车撞到，害这囡仔手装头断去。警方表示讲，骑脚踏车的囡仔是无照规定转弯，那一个货车的驾驶呢是90沓钞票，依照公共危险罪改上班，上长会当吊扣驾照4年。
15号下晡，骑脚踏车的男童准备转弯，后面货车无减速，直接弄掉。脚踏车卡伫货车车头拖了一段，才停落来。警察到现场发现男童意识清晰，毋过镜头啊断去。伤者男性，年约12岁，意识清楚，左手第4指及第5指断肢。囡仔手断去啊，断去。用伊伫边啊坐啊，都无好，最勇敢都无好。警方初步研判是货车无照规定驶入去来车道，脚踏车无照规定转弯，货车驾驶也有酒后塞车。实施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移至保管汽车，吊扣驾照2至4年，吊扣牌照2年，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送办。事故地点伫国小外口河子顶乡黄顶，照规定高雄市中小学交通临检区，驶车的速度是30公里，驾驶有可能已经超速。民众讲这是长江第2件的事故，嘛因为这个学校毋是尖峰时刻，校一顶拢敢若乡黄顶。交通局决定要恢复校园周边路口开工3色灯号的运作，亲像是前镇区这间国中就已经实施。大家看到闪光灯就会冲过去，就是不管有没有人，就是冲过去就对了。但变成全天候的，真的对于不管是社区民众或者是我们学生，像我们晚上还有晚自习，或者是社区民众会到学校来运动，我觉得都会提高很多的安全性。学校表示，去年校门口上少4件校外人士车祸，改做专利3色灯号了后，车祸事故变少真侪。公司新闻网络听林昭宽各样报道。嗰个核三厂2号机5月17要除役，依照法规呢，这核三厂伫咧当天暗时12点之前就要停机，一若5月30之前爱甲这反应炉的核燃料刷到燃料池内面。针对欠电的记录，行政院长杜英泰16日到桃园视察这台电大潭厂的增建计划，强调未来这大潭电厂呢会当顺利取代供电的需求量。今天过后，台湾就没有核能发电。关于核三厂2号机除役的这个工作，我们是不是安全顺利的会进行动作？正在进行。主动讲到能源议题，强调核三厂的除役正在进行，而且大潭电厂的供给满载，会当顺利取代供电的需求量。行政院长杜英泰16中昼去到桃园，视察中油关塘接收站和台电大潭厂的增建计划。因为5月17，台电核三厂2号机正式除役，核电是宣告归零，但是供电无问题。尤其是过不久7号机的加入商转。几乎可以供应北基桃将近1000万人的工业民生用电的需求。依照法规，核三厂爱伫接照到期的迄天暗时12点之前完成停机的工作，了后会伫5月30之前，把反应炉内面的核燃料拢总刷出来，到用过的燃料池内面。根据经济部能源署的统计，114年1月到3月发电量的结果，燃气46%，燃煤33.5%，再生能源14.6%，核电3.4%。外界反倒讲核电厂除役了后，欠的电无法度补，尤其伫屏东恒春当地的人，对这心内感觉是真复杂。现在一处理下来，外报上来都走了，一走了，我们这边的当地的那个乡亲就会没有工作了嘛，再加上一些回馈金可能会有减弱的情况啊，对恒春的公共建设会有影响。另外，最近核能的新技术嘛引起讨论，亲像小型模组反应炉 SMR， 目前敢若中国和俄罗斯使用，其他的国家拢伫个研发的阶段。另外，最近美国新创公司宣布讲，要打造全球第1个核融合电厂，按算2030年开始商转。产生的核废料在处理上来讲，应该比核分裂相对来讲容易很多。核融合反应器的发展对人类未来能源的使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现阶段核融合反应器还不存在。学者分析，虽然新技术创造更较大的发电量，但是核安的风险同款嘛是要评估。核融合的技术敢会当广泛应用嘛是讲唔知。加上核废料要安怎处理，这拢需要更较侪配套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日去到高雄勉励陆军工兵训练中心，这国军也展示新型的机动阻挡器材，会当伫咧20分钟内，把这10公尺长的阻挡墙倒起来，会当阻挡敌军的战车弄入来。另外，赖总统也去到海鹰营区，感谢今年3月拄提升位阶的海军反舰航空指挥部，正做国军千里眼守护舰。
阿帕基直升机发射气箭飞弹，精准拍到目标船，场面真震撼。陆军学特部为期3天的神鹰操演，昨日在屏东满洲乡海岸结束。在5日做进前，总统赖清德到高雄，勉励今年3月都提升位阶。海军反舰航空指挥部就是以 S704 反舰直升机为主力机种，担负起海域征收巡逻的重要任务，并配合海上以及空中部队，形成海空一体的防御网。你们就像国军的千里眼。赖总统也到陆军工兵训练中心视察，陆军头一摆公开新设的机动组织器材，8个工兵配合卡图机，用在20分钟内底完成10公尺组织表，相当1500用人工装入去的传统沙包，用走动7.5栋、时速80公里的敌军战车冲浪过来。中心，加油！咱军参考美军实战的经验，采买防护的围墙，也若自台美军的具体人数一向无得到美方的证实。不过，美国海军退役少将蒙哥马利最近伫众议院委员会听证会指出，美军自台联训团规模是500人，伊建议未来应该增加到1000人，来建立有实战能力的部队，并且主张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伫2028年达到 GDP 的5%。Taiwan needs to spend 3% of their GDP on defense this year, and they need to increase defense spending to 5% of GDP. By 2028. One, it does get siege-proofing accomplished. That kind of budget will do it. It'll buy them not just the systems they need, but readiness. It doesn't matter how many things they have. So my point is training and more training allows them to understand how to actually do a defense in depth. And this is where our value as a training body工厂出席的美国前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也强调，美军协防台湾的重要性。另外，众议院跨党派议员搁再提出对台6项保证法案，要求将美国现行对台关系指引规范的6项保证明文列做美国政策，而且伫国会建立审查机制，确保未来的政府袂用伫无经国会批准的修改内容。记者综合报道。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要来到台湾，各界拢伫咧关注。唔知影讲伊来到台湾的时阵，敢会宣布讲这回答的台湾总部要设伫咧倒位咧？即摆有风声讲，真有可能就是伫咧台北树林科技园区的 T17和 T18基地。新公侦收伫咧2001年标到这个土地，不过这新公侦收和回答是拢无回应。这一个重划区来说，它当初其实在设计的规模上也有所谓的 AI 的使用哦，其他像是这种医疗产业啊，或者是像是这种软体的这个产业哦，可能呢都会是这个区域上面呢，这个重划区上面当初呢有去设计的规划走向。根据了解，北树科的 T17加 T18的地上权是新港人寿，以差不多44亿得标，面积差不多5公顷，伫北投加树林交界，附近的商圈有北投加天母生活圈，挖进科技总部边啊，就是 T16，也就是金仁宝集团总部，有产业主路的优势。它在这边设置了所谓的企业总部的话，可能会包含了一些亚太的方面的营运仓储，在那个地方，其实第一个离松山机场也不算远，位在台湾的北部的繁华的地区，所以说无论在资讯、交通上面，其实也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选地址的相关消息，根据平面媒体报道，新港人寿无要批评，回答是也未做回应。不过北树科因为有捷运交通优势，加电力供应这个优点，符合黄仁勋5万员工伫台北市上班的理念。我说过，鱼还在外面游，我们不急着收网。我们希望对方能感受到台北市是非常可靠、可信任的伙伴。新光金捌伫10时发布重要消息，代子公司新光人寿做公告。新光人寿的董事会已经决议资产处分，授权董事长签备忘录。不过有消息传出，双方伫去年就已经初步接洽，回答台湾总部的地址到底会伫倒位，恐惊就要听候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对外做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台湾产业受到冲击。劳动部今仔公布上新一期的无薪假统计，其中新增加16间厂商受关税政策影响，实行减班休困的人数大约有400多人。也若月初公布的无薪假数字增加5倍。另外，有农民伫咧烦恼讲，咱的政府若准用美国币进口零关税当作是关税谈判条件，会影响台湾造产产业30多万人。在去年就人伫咧行政院头前抗议啊。反对出卖农业，
捍卫粮食主权。伫大日头卡上街头抗议，各地来农民伫行政院前集合。真侪年前因为抗议政府加入 WTO 牺牲农业的羊入门，嘛在场抗议。这个政府有意以农业甲美国做关税的谈判，大声话讲北美爱种伫台湾的产地，不是种伫国际的谈判桌顶。台湾60几万的农友里面，有30几万的稻农，从事这个稻农里面。很多人都会知道说，其实稻农不怎么赚钱，为什么他要继续种？其实这就是一个粮食主权跟国家安全的问题。农民烦恼美国米若是能源税进口，为发财啊收挂加工运输等，国内水稻啊产业链30多万人面临生活问题，个人的食安权益也受损。各强调农业关系粮食主权。长期关心台湾农业政策的尖贴是讲，美国米本身就有低成本的优势，万一国调降关税，一定冲击台湾。现在美国的稻米1公斤的成本进口30块钱，我们台湾的成本50块钱，零关税。咱就规个拢去了了啊！行政院派代表出面接电证书，不过唔拿农民烦恼。根据劳动部昨日公布的上新一期无薪假统计，拢总148间2664人实施，主要是集中伫制造业。有19间业者坦白讲是关税政策影响实施减班休困，比顶期敢若3间，这届新增加16间，加增加5倍。16家厂商他也有表达说，他通报14减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那人数的话，16家大概合计400多人，其中还是以制造业居多。这届实施减班休困，通报人数较侪是一间金属机电工业的机械设备制造商60多人，一间资讯电子工业的电子产品光学制造商20多人，也有一间民生工业的小型纺织业60多人。不过劳动部是讲，实施无薪假的件数甲人数，比起去年同期比起来是有降低趋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这新冠疫情đang咧加悬，根据疾管署的统计，顶礼拜新冠急门诊有9978人次，新增加34例新冠引起重症的，也那本土有6例死亡。新冠疫情6月下来到高峰，因为这疫情đang咧加悬，民众讲要买这快筛试剂买袂到。食药署表示讲，新冠快筛试剂供应量能充足，已经协助这4大超商和连锁药局补货啊。国内新冠疫情搁再升起来，实际上问看诊的小儿科医师有感觉新冠疫情降低清关。蛮多他如果真的来比较疲倦感啊，或者是发烧，就是我们都会请他赶快回去筛一下这样子。那确实最近大概这1个月以来，有确实感到慢慢变多这样。根据疾管署统计，顶礼拜5月初6到10月，新冠门诊急诊就诊有9978人次，新增加新冠并发重症本土病例有34例，死亡病例有6例。台大儿童病院感染科医师黄立平讲，主要因为主流病毒株变较多，全世界同时有3支较强的病毒株，互疫情变复杂，难以预测。我们是研判说这波疫情大概会持续上升，到6月份才会达到高峰，那之后可能会往下降。所以在5月到6月这段期间，如果有出现一些呼吸道症状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可能是感染到新冠。新冠疫情清关也带动新冠疫苗注射增加2成。疾管署讲，这礼拜注射新冠肺炎疫苗人数有9092人，比顶礼拜同期增加21%。敢若15天注射人数有2810人，创下大约7礼拜以来一天内底上多。全国内公费新冠疫苗库存也有318万剂。疾管署提醒，因为香港甲新加坡最近新冠疫苗疫情清关，呼吁民众若是要去，上好注射新冠疫苗。传出最近有民众反映讲买无新冠快速检查的试剂。这一拜其实民众的询问度就很大幅提升，像我们这一拜一进的大概是10盒40剂的快筛，那到昨天为止就已经全数售罄。从昨天到今天，有超过10位以上的民众在询问。业者它本身的库存也是足够的。那另外食药署已经主动联系了4大超商、连锁药局等通路，针对家用新冠快筛试剂，有请这些业者能够协助铺货备货，来维持国内的防疫量能。食药署讲，这新冠快速检查的试剂整体供应量充足，不过要看各门市的需求。不一定全国通路拢有货，建议民众应到大型的连锁药局去买。记者综合报道。
林保署昨日公布2011年以来监测台湾乌熊的统计，讲台湾乌熊的族群数量逐年拢伫咧增加。林保署也讲台湾保育观念有大大伫咧提升，说落来就是爱减少这乌熊达到陷阱的情形，也要来拍拼达成人类甲乌熊和平共存的目标。熊母带着2只熊仔囝伫树林内底散步，尻川扭来扭去，实在真古锥。农业部林保署公布上新的调查，对2011年到2025年，全台有超过2000条发现台湾乌熊记录，分布的地区对17个乡镇增加到27个乡镇。无论是关山、中海拔，甚至1200公尺以下的所在，阁有东部的平地，嘛渐渐出现乌熊的野食。从2018年开始全台湾总共有60笔的母熊带小熊的记录表示说，那这个低海拔的这个环境呢，也开始也适合黑熊栖息或生活。林保署讲，经过多年宣导甲执法，违法掠乌熊的案件已经大量减少。台湾民众对乌熊保育的观念嘛有提升，接落来是要安怎减少乌熊着陷阱的情形？另外，亲像花莲道溪乡4月有发生台湾乌熊因为要抢食物者，攻击森林护管员，护管员故不将开枪弹死乌熊。林保署表示，乌熊的发动攻击主要拢是为了食物较济。秋天之前，它要渡冬之前，它如果觅食了足够的食物，因为通常在这个前一个阶段就会所谓叫做大量觅食的一个阶段，它如果获取足够的食物，那它就会在冬天就比较不活动。面对台湾乌熊活动区域愈来愈靠近平地，林保署强调会协助农民强化围篱仔，推广改良式蜡具。未来保育政策会放伫人类参乌熊安怎和平斗阵这方面。记者柯永哲台北报道。咱拢会将猫仔、狗仔当作是宠物拍，若准是乌白放杀，真正是歹心肝。来看这新竹县的丁个月是少年帅，几日刚拢接到通报，讲有16只的柴犬去互放杀，警方追查车牌，找到一个狗仔主人，除了甲这个主人呢罚415000块，也甲伊列入去禁止饲宠物的黑名单内面。另外，这动保所呢也找大学宠物系学生来甲这个狗仔洗身躯兼美容，等日后裁决若准确定，这个柴犬就当开放予民众领用。大大蕊的目睭看起来实在有够古锥，看到有人挖紧连咪亲切的拍招呼。这柴犬顶个月伫新竹县，互人恶意放杀，经过动保所尽职照顾，佮找学生来替狗仔美容。每一只狗仔的健康状况拢真好，遐那警方嘛找到放杀狗仔的民众，依法重罚415000块。取得路口监视器，然后并且很快速的掌握车主还有车辆的行踪，恶意遗弃犬只16只裁罚15万元。那为将宠物绝育裁罚25万元，为办理宠物登记15000元，那合并裁罚415000元。那并且将车主列为饲养的黑名单。这是目前全台湾少见但极具指标性的一个高额的裁罚案例我们之所以坚持这种依法开罚目的不在于追讨所谓的金额，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动物不是可以随意弃养的东西每一位饲主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动保团体指出，真欢喜看到恶意弃养的民众受到重罚，不过也是呼吁政府应该修法，恶意弃养宠物行为要负担刑事责任，这等有效预防这款代志搁再发生。呼吁立法院能尽速的推进所谓的动保法的修法动作，让恶意弃养能列为刑事责任，而非仅次于行政裁罚。那我们相信呢，罚则本身是必要性的吓阻，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预防的或教育以及追踪并行的一个机制。这狗仔除了健康无问题，也渐渐恢复对人的信任感甲安全感，所以来开放予民众领用，或者命运坎坷的柴犬找到主人。记者君和新竹报道。
来看台南嘉义的五堡，今年受到这气候现象影响，加上去年风台寒流的关系，地区这农民的心血拢乌有去啊，这产量是减一半。永年拢是4月就会当采收，不过今年却是延过外月，也影响到在地五堡的活动。田里的采收机驶过去，五堡就互人掘起来，工人就赶紧去甲捡起来，绑一捆，再个再去工厂放。因为嘉义地区这款景象，早就伫4月通看到。今年煞延过外月，主要是去年风台来扰乱，加上寒流接咧来，农民就算种五堡2-3届，也是拢害去。农民讲真侪五堡冻伤，生袂大，产量嘛减半，怨叹要靠无目屎。计数啦吼，今年有口因为物件少，计数较悬啊，拢做就是安尼啊。大概偌济？券头就40块、45。即是讲安尼损失？哎，总是6-7成啦。遮济啊？啊，你甲算下2吨半，啊，种采剩300，上早5分地采500公斤。嘉义是台南种五堡主要的产区，农民指出，因为五堡平均会当生到100公分，今年敢若剩45至50公分尔，外观看起来较细。原本因按算要外销去美国的，今年量嘛无够，只好做内销，这嘛连带影响到在地五堡节。牛蒡都是在4月份来举办，而今年就配合那个牛蒡的生产期间，所以延到今年的6月7号在嘉里公园，我们就当然跟那个产销班班长收购牛蒡，来开发我们的鲜牛产品，提高农民的附加价值，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啦。种五堡的面积逐冬在减少，今年敢若20公顷，即阵这人口老化，嘛欠人工，佮加上极端气候的考验，靠天食饭的农民真辛苦，农民嘛烦恼，若无少年的来接，未来这个产业恐惊会出现断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讲到动画，唔那囡仔爱念，大人也真爱看。嘉义市文化局用文化路的食是做主题，举办亲子动画工作坊，教囡仔来认捌动画，也希望体验的过程，让囡仔会当对故事画面到声音，亲身来完成因心目中想象的故事。大人甲囡仔伫画纸顶面来画家己要讲的故事，煞来讲相接的方式，大家做伙讲一个更较大的故事。这一张一张的画纸，就叫做是动画图稿。嘉义市影市影基地用文化路的食食做主题，开办亲子的动画课程，让家长甲囡仔做伙来体验。阮规划这个逐格动画课程，主要是可以让更多这边的孩子们可以从小去接触呢，安怎讲故事，安怎做动画，因来的时阵啊，因就会使尝试把他们脑海所想的内容呢实践化。小朋友去参加这无同款活动，然后互因实际讲，这卡通的完成是真正这么简单一个代志。上课导演除了教大家动画原理、甲发展的历史，佮配合所有设备、甲手做的红仔，甲囡仔用翕相的方式，一张一张来完成动画的影片。透过手作啊，画图为斗，然后透过创意，不要说依赖就是科技跟手机，那我会把这2个做结合，传统跟就是刚讲科技。让小朋友知道如何透过3C 产品做创作。第一次体验觉得还蛮新奇的，因为都没有接触过。嘉义市文化局表示，透过动画制作的课程，囡仔唔但培养表达的能力，嘛互因会当为动画、声音甲影像的角度来思考，重新来认捌在地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博物馆对2010年开始呢，就找这文书专家，也有动画科技团队来制作动画，包括着舞蹈记游加北大记游，这2出是和康熙台湾舞蹈有关系的文书动画。即马台博馆改用活泼的守护精灵系列，结合着因馆内收藏这拿地黄虎旗、冬菇，也有一个乌蹄鸡等等这收藏品呢，来做这动画角色，希望向民众来传达守护文化的重要性。踢大雕，哎呦喂，好气包庇！用起爆标的招式名称来形容台湾乌云白的动作美丽，放假以超过100年历史的台湾博物馆做主要场景。一件守护精灵表示想保要向游客来设博物馆，所以予土地人破坏海馆内的文物拄当危险。这是台博馆推出的第2版甲守护精灵土地人入侵，结合馆内拿地黄虎旗、冬菇，也有乌蹄鸡等等的收藏品，希望向民众传达守护文化的重要性。台语的这个的使用对咱一代保护咱的文化认识咱的土地，甲
国家其实真重要吼。所以台湾博物馆已经推出3部动画动画啦吼。这第3部这就是阮叫做守护精灵的一个台语的配音的这个动画。大博馆演过捌以康熙台湾舞蹈700为17、8世纪台湾西半部地形官兵部署，也个有人民生活景观的地图来制作人文历史的网页、舞蹈记游和北台记游。但用较活泼的守护精灵，希望让大人囡仔透过网页来认识博物馆的文物。暑假热天呢，阮会推出第2部就是用电线杆来保护文物就是那个护保成功啦。台语的这教育，也是讲做台语要学台语，透过台语来认识台湾博物馆，认识台湾有啥宝。除了文化戏文嘛，结合4目路爱食叶仔，也有台湾大蝙蝠、行光等等的生物特性，或者的守护精灵有无同款的个性甲特色。博物馆表示，这出台语网页嘛配合台语家庭计划来看片，就会使扣点，嘛打算伫今年热人会去推出守护精灵第2出，希望透过影片，互民众愈了解博物馆的功能。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台湾经过日本时代国民政府的威权统治，才行到即卖民主自由的现代。总统府主席姚嘉文今年已经86岁啊，即阵伊是出版新册《民主台湾100年》，希望会当互咱的台湾民众了解到咱的台湾的民主奋斗过程，而且也提出对即卖政府有一寡建议。台湾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启蒙和追求，对100多年前就开始啊，就是1921年林献堂带回路顶人推动的台湾议会设置迁馆运动。这100年中间发生地景事件、228事件，也有美丽岛事件和田南永驻分等等。总统府主席姚嘉文将台湾民主发展的经过写落来，出版新册《民主台湾100年》，希望让民众了解台湾民主奋斗的过程，嘛提出民主政治的反省。我最严重就是立委减半，立委减半当初草率的决定，只有减半，但是这个席位的分配都没有讨论，本来事情都要讨论，要兼顾各方面，不同族群、不同利益的人，结果没有讨论，做出来的结果当然都不是健全的。姚嘉文用2年的时间收集历史文献和相片，伊嘛透过民主发展的过程甲改革提出问题。无论是2005年修宪通过国会释出减半、地书质询品质降低，也有小党恶生存等等，也是讲2004年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地书修宪的条件变甲愈严格等等。历史学者认为，这对台湾政治来讲，拢是真重要的反省。姚志正也对我们民主政治走到现在所遭遇到的困难或是在改革的过程中留下来的问题，他也有很多的反省。那台湾最大本土力量的领袖都在享受台湾民主化的成果，对推动民主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姚嘉文认为，唔但是国际上直直在讨论的2500号国旗文，也是因为国会乱象衍生出来的日头花运动、青鸟运动和大罢免等等，拄到危机，拢会让台湾人勇敢站出来，嘛拢让台湾民主愈拼愈勇。姚嘉文希望透过这本册对历史的记录和反省，通让台湾的民主政治会当继续定定发展愈行愈在。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欧洲第3站去到英国参访国会发表演说，嘛甲夏季院的议长见面。前总统蔡英文也亲身感谢这英国国会伫咧去年底通过主张联合国2500号案，无干涉台湾这个决议，反制中国迫害台湾、维护台湾的国际地位。前总统蔡英文访问英国第1站到英国国会，英国上下议院跨党派30位议员接连迎接蔡英文。When I was a student at the LSE, I could not imagine having th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at the House of Lords, in front of members of the parliaments as well. It truly is an honor to be here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现场几多位英国政坛重量级的人物，拢是推动台英贸易甲关系重要人士。下议院议长也亲自甲蔡英文见面。台英国会小组共同主席希望蔡英文感受到英国的诚意。
We're also very honoured because Mr. Speaker, who controls the Commons side where we make all of our legislation, he is meeting her as well. So it's a great honour for us to have her here, but also hopefully she will feel it's an honour that our Parliament is giving her so much respect as well. 有去参加的智库学者讲，现场的气氛正热烈，蔡英文正受欢迎。 There's a lot of respect for former President Tsai and the dignity and leadership that she showed during her time in office. So yeah, there's a lot of respect across Parliament and more broadly across the UK for her work. 这座行程磨正久，去年10月就捌托讲蔡英文访问英国的计划，不过迄当阵正拄是英国外交部长要访问中国，所以计划被迫延后。虽然英国共同政府上任了，想要修补对中国的关系，但是对台湾也是延续前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将台海稳定看作英国的国家利益。去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联合国2500号无涉台决议，蔡英文亲自表达感谢。 I thought this was a very courageous move on the part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It made it clear that the resolution made no separate or additional determination on the status of Taiwan and should not be used to preclude Taiwan from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or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system. Yeah. 蔡英文这阵唔但是访问国会，还佫会伫咧大学院校演讲，甲学政界人士沟通交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行程，最后一站去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摕到超过美金2000亿的投资和采购交易。双方也是搁再同意加强合作发展人工智慧。美国也允准阿联明年会当甲回答买50万粒高阶 AI 晶片，而且黄仁勋呢也出现伫咧这场会谈。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总统穆罕默德亲王伫阿布达比的阿勒瓦坦宫接待川普的到访，两摆女性秀因的长头装表演传统的阿拉舞，用正悬的规格来欢迎。阿联是川普中东行的上尾一站，是收到价值超过2000亿美金的投资和交易。两国同意加强人工智慧领域的合作，伫阿布达比建设全球上大，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 AI 园区。美国因为安尼允准阿联，当年会当采购50万个辉达的高阶 AI 晶片。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嘛出现伫会场。 Jensen was here and the whole group,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something very special. It's a massive project, and it's going to be brought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largely. 其他的重大采购是包括几十架波音的光体客机，含对美国能源和阿鲁米产业的投资。阿联两大主权财富基金的主席，嘛是总统的小弟的塔赫农，伫今年3月时阵访美，已经开出10年投资美国1.4兆美金的承诺。这摆阿联嘛同意要加速推动实现。川普落尾是签访客的留言簿仔来结束中东行，本地有可能要转去土耳其来参加俄俄和平会谈的计划，但因为普丁无手又搁改变，落尾川普宣布要转去美国看伊拄出事的孙，但也密切注意俄罗谈判的进展。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讲到这气候暖化的问题，影响到全世界各地头的冰河，连阿根廷的莫雷诺冰河也出问题啊！有愈来愈大的冰山对这冰河脱离出来，而且有20层楼悬的冰条直接放落来，这代表讲这气候暖化是愈来愈严重。 原本叫做一片的冰河，向分裂出一个条仔形的冰甲，70公尺悬，等于20层楼悬的冰条直接倒落来。这是阿根廷的莫雷诺冰河，伫冰河的冰架头前发生裂冰的时阵，真罕咧看到景色，是真侪游客真爱看的。不过最近5冬冰山崩解的状况是愈来愈侪，和当地冰河导游是愈来愈烦恼。Este tipo de desprendimientos, esto es un témpano o en inglés iceberg, es lo mismo, un bloque de hielo que se desprende del glaciar. Y desprendimientos de este tamaño no eran tan frecuentes en el glaciar Perito Moreno en los últimos 20 años. En los últimos quizá 4 o 6 años sí se han empezado a ver este tipo de iceberg mucho más grande, o témpanos, perdón.
滨河国家的公园导游昆特洛斯解说，过去几十冬因为气候暖化的影响，和全球各地冰河扬起速度变较真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显示，最近3冬损失的冰河规模是历史新高。虽然莫罗内冰河仍还能保持固定的体积，有时阵增加1点仔，有时阵减少1点仔，也毋过为2020年开始，冰河的体积有明显减少的状况，每一冬损失的水量差不多是1公尺到2公尺。但是无改善，冰河的体积有可能会加速减少。El cambio climático está presente no solo en el derretimiento o en el retroceso de los glaciares, sino también lo vemos en el instrumental que tenemos instalado en la región. Sabemos que la temperatura media del aire en esa región ha aumentado alrededor de 0,6 décimas de grado por década. 根据阿根廷政府2024年捌公布的一个报告显示，莫雷诺冰河为2015年开始损失的速度是过去47冬来上紧，嘛维持上久的，平均每一冬会损失85公分悬的水量。冰河学家路易斯烦恼，暂时冰河面顶结冰的速度已经赶袂赴第一波扬起崩解速度，这和冰河的高度甲面积一直在减少，未来有可能会看到更较侪冰山为冰河裂冰出来。公司新闻台是唐碧玉。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